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日要介绍的是交通局要讲的主题是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节目一开始，咱先看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整合各项智慧交通的科技，并且运用大数据分析，包含交通控制、公共运输、停车管理、运具共享以及云端平台等5大系统，是全台湾第一个涵盖交通各个面向的全方位智慧交通中心，也是可以掌握台南市的交通状况、公车动态以及停车资讯，更涵盖了 T-Bike 等等的监控，让台南市的交通能够更顺畅，民众用路更方便。台南市政府另外也肩负了交通安全教育的使命，特别规划在中心里面建置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希望借由互动的模式体验交通教育，来传达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让交通教育更活泼有趣，并将台南市的智慧便民的创新成果完整呈现。欢迎市民朋友们预约参观。咱知影哦，台南市是一个老城市吼，尤其是还未合并升格进前的这个台南市府城的部分吼，是一个古都。那么咱固有的这个街道吼，拢是较拥挤啦吼，然后这个街道也比较狭小吼。那么现有的这个情形呢，咱可能较无法度去改变哦。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尤其是有游客来到咱台南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哇，尤其是到拜六礼拜这个假日的时阵哦，咱到市区的时候，哇，这车辆拢足拥塞的吼。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呢，是咱市长吼伊动算了后一直咧想要来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啦吼。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伫去年7月份的时候有来责成一个叫做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哦。那么这是咱算讲全台湾上早来成立的一个智慧交通控制中心。那么到底这个控制中心伊内底有啥物功能，有啥物种的设备呢？伫咱今日节目当中哦，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那么市长伊也望讲吼，咱这个智慧交通中心来成立了后，会当互咱台南市的这个民众的伫咱市内咧行搭的时阵，然后咱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当降低吼，甚至会当归零吼，那更好了哈。那么伫这个交通的这个部分呢，嘛希望讲互咱的民众一个真安全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空间吼。那么尤其是咱路面啊，是讲有人骑机车啦，或者是讲开车，或者是讲咱路面的这个行人伫咧行搭的时阵呢，拢会当互因一个足好的这个安全感，而且呢，咱行路伫咧路面的时阵大路顶悬的时阵，拢是畅通无阻的哈。那么伫今仔这个节目当中呢，咱特别邀请伫这方面当然啦伊是咱市长倚重的这个人才咱台南市交通局局长王明德局长，局长你好。云姐大家好，云姐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局长王明德，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这个节目是那个年轻才俊咱台南市的这个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其实它成立也没有很长的时间了短时间呢，可能民众哥不是很认识这个中心这个机构，是不是借了咱今天的机会，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咱这个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是，首先要跟所有市民朋友来报告，就是说，智慧城市其实是万里的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施政的一个政见。那所以在智慧城市里面呢，智慧交通又是非常重要我们说交通其实是担任城市里面的这个任督二脉如果能够让交通顺畅，不管是人流、物流，都会这个非常的对于城市的发展非常有帮助。所以，刚刚袁姐也提到台南市尤其是府城地区是一个古都，所以街廓呢非常的短，而且街道狭窄，所以在这个先天条件之下，不可能再去大规模的拓宽道路啦，或是新建道路，所以如何引进或是利用先进科技，尤其是智慧交通技术的协助，让这个交通上面的管理能够更顺畅，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解法。所以在这个政策之下呢，其实
交通局一直在努力擘画这样子的这个智慧交通的远景，所以要有这个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资讯设备，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资讯设备上面来做更好的应用。所以在去年我们就启用了所谓的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那在这个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里面，主要负责几个大的功能包括就是智慧的交控，以及智慧的公共运输，还有智慧的停车管理，还有这个智慧的 T-Bike， 以及我们这些设备都是希望能够放到云端上，未来能够在网络上就可以来储存资料，或者是来取用资料。那也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这个智慧交通中心呢，就是在这个屏东路上所以它是以前是一个旧的市场，那我们经过改建之后，市府花了这个将近1亿多的经费，把它做整建。另外是导入最新的这些智通讯的设备，能够让这一些我们智慧交通所需要的基本的这些系统或者资料，能够在这边做这个储存跟未来供应我们未来的应用。是，咱有当时民众会批评一寡政府的这机关啊，讲起一寡什么文资关啊不过呢，咱台南市政府我们相反啊，但是讲可能在那边已经闲置底下，无人在用我们没有另外再盖一个地方另外搁去开钱来起这栋建筑物，咱就是用现有的空间那么这现有的空间有的已经无人在使用闲置底下的所在，说实在的也很可惜啊，因为当初要起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嘛是开足侪钱那么咱今仔日搁另外改活化搁改再利用这嘛是迄个节约能源当然啦，咱好好去利用，其实这个对伊嘛是五脏俱全啦咱伫这部分我知影讲那个我们刚刚那个得奖的记录给咱的乡亲朋友报告一下让我们也与有荣焉一下啦好，我们这个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呢，这个在去年获得了这个智慧运输系统交通部的评鉴计划是优等，另外也是得到了这个智慧城市创新计划的这个优胜。另外在今年我们也获得了这个国家卓越建设奖的最佳规划设计人所以我想不管是建筑的设计，或是未来这个智慧里面这个智慧交控或是未来这个智慧交通相关应用，都获得这个中央的相关的肯定。是，所以咱其实嘛上认真的啦就是讲所有咧执行的物件咱拢是用相关的这个标准所以会当得到这个奖真的是也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嘛对着恁的辛苦有一个代价啦那么拄仔咱咧讲着这中心内底有一寡这个功能那么咱是不是是一个给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好，我想，其实，在我们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里面做重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智慧交控。我想，各位市民朋友每天在这个路上透过我们交通号志的控制，来让大家的这个车流非常的顺畅。那其实，在这个交通号志的控制背后，其实需要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连锁的控制跟即时的监控。所以，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就是发挥这样的功能。那我们这些监控呢，我们特别也找了一些重要的路段，就是跟市民朋友最容易抱怨的这个塞车的地方包括了就是交流道的周边，或者是在市区里面主要的东西向或是南北向的一些干道那另外是市民朋友最喜欢最容易这个觉得交通不顺畅的就是号志不连锁尤其是这个地方绿灯呢，到下一个路口又红灯了所以这对我们交通控制而言，其实也非常不利因为我们希望让道路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发挥最大的效能，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可以通过最多的车辆，这样我们的道路使用才会最大的效率。像咱一开始有讲嘛，咱台南市这街道就是狭小，然后呢，这个没几步路就有一个红绿灯啊，搁行搁一个红绿灯，然后有些你看他停下红绿灯可能得一点路而已，要停足侪红绿灯然后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咱来用这智慧控管的时阵，咱的民众就唔免讲停这里那侪红绿灯停到有人心浮气躁。是，所以我们透过就是这些号志都连锁之后，集中在智慧交通中心做监控，所以一旦我们有这个号志不连锁的情况，就可以及时发现，而且及时远端就可以做修正、做调整。我想这个是智慧交通中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之一。是。那么，观光地区是，就是讲咱可能是
加迄种民众、外来游客的一个服务啦，哈。是，所以除了刚刚提到就是市民朋友日常生活、上班啊，或者是通勤哦、购物的需要之外，台南市是古都哈，我们说是观光大城，所以在尤其是府城地区哈，我们刚刚说的街道比较狭窄，所以如何适当的导引来疏解观光地区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会这个交通中心里面也透过几个主要的地点，我们现在在安平地区跟在盐水地区，我们知道这个每年盐水有风炮有这个重要的这些月经港灯节的活动所以这些观光客在短时间会容易聚集的地方，我们透过第一个是交通资讯的收集比如说这个路上的这个车潮的交通量以及它的方向性到底目前是进去的人多还是出来的人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样透过交通量收集之后，我们透过号志的控制让哪一个方向应该绿灯长一些那我们就把及时的做控制，让我刚刚提过让这个一定时间里面的交通能够通过最多。那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透过所谓的 CMS， 就是资讯可变标志，在路上所设的这个资讯可变标志呢，透过这个改道资讯的提供，让民众知道我今天可以安平那我可以不走安平路，我可以改走民权路所以这个比较不塞的路，我们就把车导引到那边去，让每一条路都平均的发挥它的功能，那可以让整个路网的效率更好。因为咱若是讲，比如讲，我本来就是住在台南的人吼，尤其是我住在台南这侪档啊吼，有当时迄小巷道吼，咱乌白细乌白弯吼，咱拢知影要安怎行去到迄个目的地啦吼。因为咱知影讲，我这咧开车咱就家己去踅迄个小路啊吼。但是对着观光客，这个观光客来讲。伊无他人家熟啊，他只知道这一条路的是这条路。可是我们透过这种智慧的这些交通控管的时阵如果他能够知道说去改道的路线，对，安尼对因来讲他们就不会困扰。然后呢，出来玩本来是欢欢喜喜嘛有当时你去拄着开车好面总要聊你。那么有这种这么方便的一个服务的话那么因来加佚佗他们就很高兴。是，所以这个是在交通控制上，除了服务我们平常市民朋友，也服务观光客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这个交通控制的这个功能。是，那么听讲咱这中心有一些让民众过来可以实际去操作啦，或是实际去参观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台南智慧交通中心的特色之一，就是除了我们这个重新这个更新我们的智慧交控中心之外，我们也借由我们在这个智慧交通中心的2楼跟3楼的空间呢，建置了一个交通教育的一个展示馆我们把它叫做是交通教育的探索区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一些体验呢，让民众可以知道这个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说交通安全教育需要从小扎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体验的环境，让民众可以来了解这个交通安全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有一些，譬如说我们有让这个小朋友可以玩这个介绍他搭公车，我们有搭公车的这个大富翁的游戏另外我们还有把我们的 T-Bike 的实景放上去所以我们民众可以在这边像在健身房一样就是在我们骑 T-Bike 前面的荧幕呢，就可以介绍大家，比如说是安平路线，就把安平沿线的这些风景的景点，我们把它拍摄起来，它一边骑就可以一边好像是在实地的骑乘一样那另外是我们台南市首创的这个智慧路边停车格智慧停车处，我们也有一个体验设施在那边让小朋友可以从小就认识智慧停车的这个服务的功能另外是在我们的3楼顶楼，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交通安全这个教育的体验我们有安排了电动车，另外我们在上面实际画设的道路的标志标线，还有设置的红绿灯所以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在开电动车的过程当中知道交通安全交通这个相关的交通法规的遵守以及红绿灯的这些遵守的这些教育的意义我们先把小朋友教会了，小朋友就会回去可以教导不是教导把这些概念传达给家长们。其实小孩子比较单纯是你给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吼于黑白，它就是黑白；你给他彩色，它就是彩色。但是有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受到很多应该说污染吧有的现在爸爸妈妈不一定会遵守交通规矩，但是有时候小孩子变成他好像是一个那个小尖兵一样他反而会
好，比如讲老师给教，哈，他回来反而会监督父母啊，哈。那么透过那这些教育馆哈，有时候给小孩子一些资讯啊，小孩子就很单纯嘛，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吸收什么东西。那么他这样子哈，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尤其跟父母在一起，我们父母也是可以做以身作则啦，哈互相监督啦，哈。囡仔呢，我人家回去也可以跟父母讲说，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啊，我们囡仔做到，就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你这样比较偶尔一等于随也要跟父母教育一番。那么这是一个做好的这种寓教于乐的一个模式啊。我们台南市的其实事故的这个数量跟伤亡人数其实都非常的高，所以交通安全的教育其实是很重要，交通局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不过这种交通安全教育不可能马上就有很大的成效。不是像那监理站讲，把你叫去遐上课，叫遐上课我看那上的人也是他就是应付一下，有听。是有在听啊，但是我们在有听你的心肝来无啦。但是透过这样的教育，它比较活泼啦。而且我们希望从小扎根啊，让这个小朋友就可以从小就学会，然后进而影响我们的这个家长，来大家一起来遵守交通安全的这些相关的法规。我们好像7月份开始，就是这中心开始了，好像后来就开放让我们民众去参观嘛。我们去年12月就开始开放给民众来预约参观，我们每天有1个场次。不过到这个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目前是暂停接受预约啦，因为我们是每个月的1号预约下一个月。所以当初开放的时候都是秒杀了，每个月1号就是秒杀所有场次。大部分都是团体吗？大部分是学校或是团体，有些是安亲班，也会来带小朋友来做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体验。对，是那。后续我们会视疫情的关系等到这个疫情趋缓，我们就会再来重新开放。我们都有网站，所以我们请各位市民朋友随时关心我们网站上的这一些重新开放的讯息。不过目前是暂停接受预约因为防疫的工作大家要一起来。对啊，因为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啦哈，就是讲来到这个所在我们实际的做一个交通的那个教育啦我来讲啊，你伫个学校我看你读一本课，像我以前考驾照咱拢爱去读一本的，交通法规，看到大家都听，可是没有读又不行，没有读就是科北要笔试，对，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很活嘛当好你马上就是认识，然后理解然后输入你的大脑这个。他都咱讲的嘛，寓教于乐嘛那么在这种的环境来了后，大概就是散播出去了主要讲就是讲团体啦，比如讲他如果咱讲小学学校啊因的机关啊，还是讲安亲班来给您就是讲他们的预约之外，刚才讲自己家庭会预约吗？可以啊，也可以都可以，只要是团体都可以。对。但是就是要进去之前要先预约，不能说你事先在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导览人员。是，所以我们有志工跟导览员会来协助，所以那有人数的限定啦对。那么就是讲，咱北亚不然想要去看，咱嘛是要事先预约，然后就可以进去里面。几个家庭找一找就可以一起来预约，就可以进去里面看。这是一个做好的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场所，而且完全免费。而且对，而且交通真的很重要啦因为交通规则大家都知道啦，要遵守啦，但是好像。公那咧讲有没有遵守不知道我想那交通事故也会很多大家都觉得不会是我这样对透过安内教育大家好像会比较深刻印象会比较深刻啦那么好像这个咱智慧交通中心这个所在它还有很多的内容是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智慧交通中心，跟这么好的这个资讯的基础设施之后呢，希望能够逐步的来将这些智慧交通的概念落实到这个我们交通的治理上。那我们今年有几个计划呢来推动第一个就是跟所有市民朋友分享的是，我们会来设置一个示范的这个智慧的安全路口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路口，这个智慧路口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会找一个这个行人专用号志的这个路口来做示范我们希望透过第一个是提醒行人能够注意行人号志就是行人他
甚至有些市民朋友他不知道他是行人要看哪一个号字哦，所以看到车子的就不对了，他应该看行人的号字哦。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行人号志的提醒，让大家知道行人号志的这个遵守的方式。另外是我们知道现在低头族很多，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创新，我们把这个行人号志的红绿灯埋到地上，我们能够用一个砍灯的方式，让提醒市民朋友知道现在行人是绿灯还是红灯。所以有当时你已经停2、3个红车灯，人已经绿灯2届啊，你还搁徛哩啊？是，所以这个是希望透过行人号志的这个重新设计吸引大家的注意。所以这种与时俱进啊，这个是希望透过一些智慧的科技的手段，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说交通其实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就好像以前咱在行迄个斑马线的时阵啊，现在就是说那个路口的红绿灯都会有倒数，以前没有。对，好，以前无你要等啊等时，咱唔知影。我等啊伊向甲你你等下紧准备哈。对。现在就是说以前有这种秒数的倒数，现在又更先进了。是我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小绿人跟小红人，对，然后我们希望再透过一些视觉上的吸引，让民众能够更注意到这个行人号志，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行人专用时项当然就是只有让行人走可是我们知道台南市民的这个有时候求快啦我就是说我很赶啊，我就是右转一下没有关系，大家会有这种比较这个疏忽的心态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口，我们同时也设置了高精度的摄影机，我们可以辨识所有汽车或是机车的违规行为那不过因为它是示范计划，当我们发现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用广播的方式提醒整个市民朋友注意，你已经被我们知道你有违规的行为了，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车牌讲出来嘛。我们会希望这么做。我跟你讲刚才不是叫你的名是讲叫你名嘛，无人知啦叫你的车牌大家拢知，这个规路大家拢看到讲原来就是那台车，红灯右转的车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示范计划，那透过这样的导引，希望吸引让大家知道遵守交通，尤其是在行人专用的路口你的这个，因为我们说礼让行人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行人是最弱势的这个用路者所以这个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或是因为你一时的方便，红灯右转造成了这个行人的伤亡，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示范计划，逐步的来让大家对于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的这个教育或是观念能够更加的提升。是。那么好多人讲比如讲有人要市区市区路搁细条，有阵时搁尤其是假日，入去了，你跟我讲，我这种塞车呢，要安怎好像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也事先有想到了。是，我们在今年也希望这个试图来解决我们府城地区就是尤其是我们说的历史街区这些地方就是路小，然后街廓短那怎么样让这个交通的更顺畅比如说刚刚媛媛姐有提到在地人拢知影要让它改道巷子很多台南的这个古都巷子很多可是这个外地游客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历史街区这个路网整个交通号志连锁这样的控制的这个计划能够来改善路网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顺畅度了怎么改善第一个是我们会先去借街，我们每天我们都会用 Google 地图所以 Google 地图上面就会告诉我们交通量是红色、绿色还是这个橘色。那我们透过这些交通资讯的这个基础的帮助，另外一个是我们一样在这些路口能够装上高精度的摄影机，能够辨识车辆转向的行为，也就是知道说在这些重要路口车辆是直走的多还是左转的多还是右转的多，透过这些这个交通量的收集，能够来修正我们的号志的实质，红绿灯的秒数那我们希望是一个路网的概念，能够让这个路网的红绿灯的秒数能够这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另外也是让车辆比较均匀的分布在每一条道路上，袂讲主要干道很塞车旁边2条替代道路都没掐所以我们希望整个路网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疏解的这个容量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计划来试试看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交控中心，那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最先进的科技放进来，一起来解决这个
历史街区塞车的问题。是，咱这个交通控管中心哈，这个智慧中心哈，当然它我来讲啊，它改变咱的固有吼，咱路就是遮大条吼，旧的社区就是安尼，咱也袂当去改变啊，袂当讲把遐厝拢啊拍掉啊，那个不可能的事嘛哈，就是靠咱的头壳哈，靠现在的先进的那个科技然后也是一样可以做到很完美的地步，让它道路的效率发挥到最高。对，那么我知影讲像那停车啦哦，还是讲那个红绿灯啊，这方面当然啦，那个我们都在这里面，像小黄公车也在这里面。是，也跟所有市民朋友报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小黄公车的计划，我们在去年其实已经有上路了，而且在这个白河啦这些西北地区其实非常成功哦，让这个解决比较偏僻的地方的民众能够有这个基本的这个外出的这个服务。那我们希望这也是市长非常重视的政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服务持续的扩大。那过去小黄公车其实是取代我们原来的这个干支线公车把大公车换成小的计程车。那我们今年希望能够让这个服务的从线的服务变成面的服务。什么叫做面的服务？我们希望不只服务原来公车路线上的人，我们希望整个这个在这个主要干道附近的这些村落啦、部落都能够一起来，民众都一起来使用。所以我们会建置一个统一的订车平台预约平台。另外，透过这些预约资讯的收集之后，可以共享的。什么叫共享啊？我们两个住的这个不远，那大家需要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透过共享的这个派遣，能够让每一台车出去不会都只有载一个人，我们可以载2个人、3个人，浪费资源。是，能够让这些需求集中之后，统一的来派遣。我们希望把这个服务扩大到面，而且透过统一的预约跟派遣，让我投入的这个小黄公车的资源做最有大的效用。因为咱台南管区安尼个合并了，当然对咱市中心的人可能这方面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啦，嘛无遐大的困扰。但是咱对着，比如讲溪北的迄个民众啊，有诶个老大人因为咱住的庄卡所在，足侪人拢是老大人因有当时你讲要出来采买啦还是讲因要定期看医生啊，有一寡老大人伊拢有迄个爱摕慢性药啊的这种需要。那么有当时你讲要叫囡仔，有当时请假老大人伊个唔甘互囡仔安尼为着伊来请假而且因家己感觉讲我都有家己有法度通做，我哈得爱个互是谁去麻烦？那么，但是要出门，因为遐是做对因来讲是做无方便的。那么，咱透过公车，佮透过这小黄公车会当较贴近因的需求，互因要出门的时阵足方便的那么，这因也家己会当自立啦唔免讲靠是谁啦咱的市政府嘛帮助因在这方面。很方便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小黄公车的服务上，希望能够持续精进。那一样是把科技带进来，让这小黄公车服务能够升级成2.0。是。那么以后咱可能还有一寡计划吧。是。最后一个就是跟市民朋友报告，就是我们智慧停车这个服务，目前已经是全台湾走得最快的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有25%的路边停车格已经能够引入智慧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服务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第一个持续扩大这个智慧停车格的这个数量。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把这些数据收集进来之后，能够更精准的告诉市民朋友哪些地方有精准的在哪个位置是没有人停的。那我们透过导引能够带你到这个停车格去。另外是我们希望这个未来透过资讯的收集，能够让这个市民朋友也知道，在什么时间点去停车最容易找到车位。对，是。这本来大家拢做头壳听的问题，透过这种智慧中心的控制让咱咧找停车位的时阵较方便。那么咱今日真感谢咱台南市交通局咱王明德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以后咱台南市的这个交通会更顺畅。感谢咱局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